大家好，威文今日會介紹帝琴灣海賢居3座高層 B 室，一個實面積1031尺，3房1套2廁加工人套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單位已經做咗大裝修，可以即時入住。帝琴灣係以低密度為賣點，享有高私隱清靜環境，並以度假式設計。戶實用面積都係超過1000尺嘅大單位，客廳採用弧形落地大窗，增強空間感及視野開揚。客廳闊度接近4米，而客飯廳全長接近6.8米，寬敞方正又實用。屋苑鄰近盈海匯商場，設有餐飲、超市。烏溪沙站旁邊嘅街市亦提供咗民生配套設施。廚房設有 L 型工作台，為每位媽咪提供咗充足嘅空間，為佢哋寶貝嘅子女準備豐富嘅早餐或晚餐。屋苑公契列明可以養寵物，亦都係屋苑受歡迎嘅因素。帝琴灣分為海琴居及海賢居，分別設有獨立會所，2期住戶可以共用，包括室內外泳池、網球場、芭蕾舞室、健身室、燒烤場、親子種植樂園及桌球室等等。2間嘅睡房都超過6平方米，可以隨意擺放睡床、書台或者係衣櫃。屋苑亦設有穿梭巴士往來新港城及沙田新城市廣場。而主人套房就超過15平方米，擺放特大嘅睡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屋苑步行10多分鐘亦可以到達馬鐵烏溪沙站及烏溪沙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提供多條巴士路線往來港九新界各地。屋苑車位亦都充足，開車經2號幹線，快捷往來港島東或者係連接旺角、中環等地。屋苑小學校網係89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。主人房浴室亦設有淋浴間及浴缸，亦有通風窗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